好啦，大家好，我姓葉嘅。首先呢一個部分咧就會由我講，關於老鼠嘅生物學啦、鼠患嘅調查方法，同埋最重要嘅防治鼠患嘅方法嘅。首先咧，我未講內容之前咧，我想介紹一下我哋部門嘅鼠患管理守則。如果大家去我哋嘅官方網頁 fphd.gov.hk 喺右上角嘅搜尋欄輸入防鼠患管理守則呢6個字咧，其實就可以揾到呢一份由我哋部門編製嘅文件嘅。其實鼠患管理守則入邊咧有好多關於鼠患控制嘅資料啦。而其實我哋喺網頁嗰度咧都有一啲嘅鼠患技術防治嘅指引，同埋防治鼠患嘅短片咧，可以俾大家搜尋到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嘅時候咧，可以去我哋嘅官方網頁嗰度去瀏覽。此外喺我哋網頁嗰度咧，其實我哋為物業管理公司咧提供咗一份鼠患工作檢查表俾大家參考嘅，令職員咧可以系統性咁樣去檢查場地啦，亦方便管理層去追蹤結果同埋改善措施，確保鼠患防治嘅工作咧係持續有效嘅。大家應該係請滅鼠服務供應商咧為大家滅鼠嘅。其實喺網頁嗰度啦，我哋食環署咧都有一份嘅單張嘅，就係畫面呢一份嘅。如果當大家有需要去請滅鼠服務供應商嘅時候啦，除咗價錢之外，其實喺呢個單張嗰度啦，我哋列咗幾個大準則咧，可以俾大家參考嘅。我相信大家其實都好想知道，如果請滅鼠公司嘅時候，其實應該點樣去請一間好嘅滅鼠公司咧？我簡單講下啦。首先咧，其實大家請嘅公司咧，應該係一個有信譽同埋有相關經驗嘅公司嚟嘅，最好係請一啲專門提供滅鼠服務嘅公司。因為咧成功滅鼠咧係需要有相關嘅經驗同埋知識嘅。另外啦，公司亦都應該要系統性咁樣去處理鼠患啦，可以提供到報告啦，揾出鼠患來源啦，再針對性咁樣去處理嘅。資料咧，大家可以喺我哋食環署嗰度網度瀏覽嘅。我就唔講太多嘅。講翻今日嘅內容先。我會簡介咧老鼠嘅生物學先嘅。鼠類有好多種啦，但係唔係所有嘅鼠類咧都對人有害嘅。好似有人咧會養倉鼠做寵物，但係咧確實係有少數品種嘅老鼠咧係會入侵人類嘅居所，食人類嘅食物啦，同埋搞亂環境嘅。呢啲品種嘅老鼠咧，我哋叫做共棲性嘅鼠類。其實只有嗰啲不請自來嘅老鼠咧，我哋先至要處理嘅。相反啦，喺野外生活嘅老鼠啦，好少有屋嘅時候，其實唔會對人造成好大嘅困擾嘅。喺香港咧，有3種嘅共棲性鼠類，我哋需要處理嘅。包括係褐家鼠啦、黑家鼠啦，同埋小家鼠。而大家工作上面常會見到嘅咧，主要都係褐家鼠同埋黑家鼠嘅。我每一種老鼠都會講一講先啦。第一種就係褐家鼠。喺右手邊嘅圖片啦，呢張就係褐家鼠嗰個樣嚟嘅。褐家鼠咧，多數都喺溝渠、污水渠嗰度出沒，所以咧，我哋亦都會叫褐家鼠做溝鼠嘅。另外啦，樓宇嘅低層、後巷、花槽、地洞等等咧，都係呢種嘅褐家鼠常見嘅出沒地點嚟嘅。大家見到啦，呢度有張相，就係一個泥土嗰度咧有幾個洞。其實呢幾個洞咧就係褐家鼠挖出嚟做竇嘅窿嚟嘅。褐家鼠嘅活動範圍啦係30到50米啦，即係褐家鼠夜晚喺呢個鼠洞出發嘅時候咧，佢哋嘅活動範圍咧通常都唔會超過呢一個距離嘅。如果大家工作上面有人同你講話某個地方揾到有老鼠嘅時候咧，其實你可以檢查翻嗰個地方附近30到50米嘅範圍，其實就可以揾到佢個鼠竇嘅存在。之後咧，再用老鼠藥啦同埋捕鼠裝置咧，一網打盡佢哋。第二個品種啦，就係黑家鼠嘅。黑家鼠出沒嘅地方咧，多數都係樓宇嘅高層啦，屋頂嘅空隙、船艙管道啊、溝槽等等嚟嘅。總括嚟講咧，其實呢種嘅品種嘅老鼠咧，中意喺高處嗰度活動嚟嘅。其實同呢個嘅褐家鼠一樣啦。黑家鼠嘅活動範圍咧，都係30到50米嘅。所以如果某一個地方有黑家鼠出沒嘅時候咧，其實大家可以喺30到50米內咧，揾到佢個竇作出處理嘅。褐家鼠同黑家鼠咧，都對陌生嘅物件咧，其實有戒心嘅。
咁啊，見到陌生物件好似係捕鼠器嘅時候咧，其實老鼠會避開嘅。咁陌生嘅食物咧，其實都可能會唔食啦，或者係食好少。咁所以其實喺控制老鼠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要耐性啊，唔係話第一晚放老鼠藥或者係第一晚放呢個捕鼠器喺個環境嗰度嘅時候咧，其實老鼠就會夠膽走去食啲老鼠藥或者係入去個捕鼠器嗰度嘅。其實要等幾日啦，等老鼠嘅戒心降低咗，嗰隻老鼠先至會食啲老鼠藥同埋入去個捕鼠器嗰度嚟嘅。咁呢兩個品種嘅老鼠咧，都會喺熟悉嘅環境嗰度進食嚟嘅，或者搬食物啦去安全嘅地方度食。咁啊，右下角嗰圖嗰度啦，咁我圈咗嘅呢度咧，其實就係一啲老鼠揾出嚟嘅食物。咁而箭嘴指住咧，呢個其實就係老鼠竇嚟嘅。咁喺呢個嘅情況就係，其實夜晚老鼠喺呢個竇嗰度走出嚟嘅時候，佢喺戶外環境揾到嘢食。咁但係唔知咩原因啦，就將啲食物咧咁就丟棄咗喺嗰個洞口附近嚟嘅。咁所以啊，如果當大家場地有老鼠嘅時候，可以喺個老鼠竇嗰度咧，甚至到揾到一啲嘅食物殘渣，例如一啲嘅肉碎啊，或者係一啲嘅零食嘅包裝，其實大家透過呢啲咁嘅線索咧，就可以甚至可以追查到啊，其實呢個老鼠喺場地入邊係食啲咩為生嘅。咁喺呢一版上面啦，咁啊見到有兩隻老鼠啦。咁啊左手邊嘅就係黑家鼠，右手邊咧咁就係褐家鼠嚟嘅。咁佢哋係一個標本嚟嘅。咁拍埋一齊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可以見到嘅。最右手邊呢一個嘅褐家鼠咧，其實身體係最肥大嘅。咁啊，而佢個尾巴咧就比佢個身體短啦。咁啊相反嚟黑家鼠嚟講咧，其實佢有一條好長嘅尾巴嘅。咁啊身軀咧就較為短啲。咁其實鼠患咧唔單止喺香港喎，全球好多個城市都有嘅。咁因為其實老鼠嘅繁殖能力咧太強啦，唔係一種容易對付嘅動物嚟嘅。老鼠咧由出生到成熟咧，只需要42到75日，即係1個半到2個半月咯。比起其他嘅哺乳類動物咧，其實都快嘅。咁佢哋出世咗之後咧，好快可以繁殖啦。咁啊，老鼠媽媽嘅懷孕期好短啦，咁啊，只需要19到24日咧就可以生一胎。咁啊，一胎咧就可以生4至10隻嘅老鼠 BB。咁啊，每隻老鼠媽媽咧，咁啊，一年咧可以生7到8胎嘅。咁啊，老鼠會近親繁殖嘅。咁啊，家族裏面唔同世代咧都可以交配。咁如果環境理想、食物充足、冇威脅嘅時候咧，其實老鼠嘅數量咧可以短時間之內咧激增嚟嘅。咁所以如果鼠患唔及時處理嘅時候咧，係可以變成一個嚴重嘅問題嚟嘅。咁啊，防治鼠患其實唔係一時嘅事，係要持續關注嘅事項嚟嘅。咁啊，至於老鼠嘅壽命方面啦，其實市區嘅老鼠咧，因為毒餌啊或者係人類捕殺等等啦，其實市區老鼠咧壽命咧大概係1年3個月到。咁啊，跟住到講鼠患調查。咁啊，鼠患調查咧就係指對老鼠嘅活動啦進行檢查同埋評估，確認鼠患嘅存在，同埋評估老鼠嘅活動範圍嘅。咁當然啦，如果大家喺場地嗰度發現到有活鼠啊、死鼠啊、鼠洞等等，都係一個明顯嘅有鼠患嘅跡象啦。咁另外咧，其實老鼠糞便咧都係一個可以幫到大家工作嘅鼠患嘅跡象嚟嘅。咁如果一個地方有鼠患咧，一定會喺嗰個環境嗰度咧發現到老鼠嘅糞便嘅。其實老鼠每日咧會排出幾十粒嘅糞便，所以啊，只要一個地方夜晚有老鼠出沒嘅時候咧，嗰個地方一定會留低有老鼠嘅糞便嚟嘅。咁呢一版啊顯示咗兩種老鼠糞便嘅大小同埋形狀。咁啊，左手邊嘅黑家鼠啦，佢嘅糞便長度咧，咁啊大約係12個毫米啦。咁啊，形狀方面咧，其實似臘腸嚟嘅，好似我而家畫面指住呢個啦。其實大家見到好似彎彎地，好似獅子形、臘腸形嚟嘅。咁啊，至於褐家鼠嘅糞便咧，其實較為粗身啦，叫做紡錐形啦。長度方面咧，就係18個毫米嚟嘅。咁啊，例如呢一個畫面指住就係呢個好典型嘅老鼠紡錐形嘅褐家鼠紡錐形嘅糞便嘅形狀嘅。咁啊，呢度畫面上面咧兩張相咧都有唔少老鼠嘅糞便嚟嘅。咁啊，其實呢度一紮啦，呢度有一紮嚟嘅。咁呢個糞便數量咧，其實可以反映到鼠患嘅情況嚟嘅。咁以呢兩個例子為例咧，其實有咁多糞便嘅時候，好顯然咧，呢兩張相嘅環境嗰度咧，其實有個老鼠竇，有唔少嘅老鼠嚟嘅。
咁啊，當然呢度啦，要用老鼠藥啊、捕鼠籠等嘅工具去直接滅鼠啦。咁喺做咗滅鼠工作之後咧，其實我哋要觀察一下老鼠嘅糞便有冇減少到。咁如果老鼠係開始死去嘅時候咧，其實老鼠嘅糞便自然會減少嚟嘅。咁但係如果當大家嘅承辦商放咗老鼠藥、放咗捕鼠籠之後咧，其實老鼠嘅糞便冇變嘅時候咧，咁就可能係有其他因素咧，令到佢哋嘅滅鼠工作咧失效嚟嘅。咁至於有啲咩嘅原因會令到滅鼠工作係失效咧，咁我陣間就會詳細再講啦。咁啊，講翻老鼠糞便先。咁啊，圖中畫面嗰度咧，呢度見到有個叫水標箱嘅嘢啦。咁啊，用個擋板去一幅咁樣去遮蓋住嚟嘅。咁而喺地下圈住呢度咧，其實咧都有啲嘅老鼠糞便嚟嘅。咁喺呢個情況咧，其實鼠患較為輕微啦。咁其實大家要細心觀察一下，先至會發現到地下咧其實有老鼠糞便嚟嘅。咁所以如果大家係收到有投訴話某一個地方有鼠患嘅時候咧，就應該要求嗰個滅鼠嘅承辦商咧細心咁樣去觀察一下投訴嘅地方附近有冇老鼠嘅糞便，咁先至可以咧精準咁樣去揾到老鼠嘅竇嚟嘅。咁啊，觀察老鼠嘅糞便咧，可以分辨到老鼠嘅品種啦。咁但係要小心咯，就唔好太近距離去觀察嚟嘅。咁因為老鼠嘅糞便同尿液啦，咁等嘅排泄物咧係有致病源嚟嘅，唔需要好近咁樣去睇嚟嘅。其實遠距離觀察咧就可以分辨到嘅。咁頭先所講啦，黑家鼠嘅糞便係蠟球形啦。咁啊，褐家鼠嘅糞便咧就係粗身啲嚟嘅。其實大家離遠咧都可以分辨到唔同品種嘅老鼠糞便。咁而喺老鼠同埋佢身上面嘅寄生蟲咧，其實係可以傳播好多疾病俾人哋嘅。咁我畫面就列咗有幾種嘅疾病啦，咁啊包括有鼠疫啦、汗疸病毒感染啦、歐端螺旋體病啦、城市斑疹傷寒啦、叢林斑疹傷寒啦、斑疹熱啊、扣熱等等嚟嘅。其實老鼠同埋佢老鼠身面上面嘅寄生蟲咧，係可以傳播好多嘅疾病俾人哋嘅。咁所以如果係見到有老鼠嘅排泄物，甚至係老鼠嘅屍體嘅時候咧，就大家千祈唔好話隨手咁去掂。咁發現到嘅時候咧，要做足個消毒程序去處理嘅。咁啊，老鼠嘅排泄物同屍體都要妥善去消毒啦。咁我而家就以屍體為例啦。咁如果大家嘅工作場地係發現到有老鼠嘅屍體嘅時候咧，就要用工具，好似係鉗啦，將屍體放入一個堅韌嘅膠袋嗰度嚟嘅。咁啊之後啦，再用家居嘅消毒劑咧，或者係用1:9嘅漂白水啦，即係1份嘅漂白水加9份水，濃度較高嘅漂白水啦，去噴濕個屍體嚟嘅。咁啊，因為老鼠嘅屍體咧有體液嚟嘅，咁所以其實個漂白水濃度咧要夠高。咁頭先講咧1:9咧，先至可以做嗰個徹底消毒步驟嚟嘅。咁啊之後啦，用一個厚身啲嘅垃圾膠袋啦，咁咪裝翻住第一個膠袋咧，咁就可以當一般垃圾咁去處理嘅。咁而接觸過老鼠屍體嘅地面同工具咧，都要用消毒劑或者係稀釋漂白水去清潔嚟嘅。咁啊，跟住就係講防治鼠患嘅方法。咁我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一個咧更加有效同埋可以持續嘅老鼠控制方法嚟嘅。咁我相信大家都知啦，即係做物業管理都知嘅，其實老鼠藥可以殺死老鼠啦，老鼠籠都可以捉到老鼠嘅。咁但係單靠老鼠藥同埋捕鼠器咧，其實咧，並唔能夠咧長期解決到個鼠患問題嚟嘅，咁仲可能對人類啊、小朋友同埋其他嘅生物咧造成一個危害嚟嘅。咁而其實當我哋遇到有鼠患嘅時候咧，我哋係要深入了解翻其實鼠患問題嘅根源喺邊度。其實老鼠嘅出現啦，咁多數因為嗰個環境咧係適合佢去生存嚟嘅，例如嗰個環境裏面有食物啦、有棲息地啦，同埋有通道。咁如果唔消除呢啲有利老鼠嘅因素，譬如話亂丟嘅食物啦、雜亂嘅環境啊，或者係一啲俾老鼠行到嘅通道等等啦，其實老鼠係可以繼續生存同埋繁殖嚟嘅。咁如果大家滅鼠係單係依靠老鼠藥或者單係依靠捕鼠籠嚟講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效果有限之餘咧，仲會長期咁樣去消耗資源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係要從源頭咁樣去處理鼠患嘅時候咧，其實應該透過環境管理呢個方向咧去解決問題。咁你要有效咁預防鼠患嘅時候咧，其實最重要係從鼠患嘅源頭去着手嚟嘅。我哋應該消除老鼠嘅食、住、行3個條件。咁啊，要從源頭去防治鼠患咧，其實有3個方向嚟嘅。咁啊，第一個方向咧就要斷絕老鼠嘅食物來源。咁啊，畫面咧列出咗4個常用嘅方法啦。咁啊，主要都係啦，要好好咁樣處理垃圾，
同埋唔好餵飼動物嚟嘅。咁我會用實際嘅例子講解啦，點樣控制食方面嚟嘅。咁啊，要改善環境衛生啦，杜絕老鼠嘅食物來源。其實畫面嗰度咧就展示咗餵飼流浪性動物嘅時候咧，其實有人將食物留咗喺環境嗰度嚟嘅。咁啊呢度啦，其實大家見到個花槽，咁有人就餵雀鳥啦，我相信就係、是。咁佢仲有啲麵包碎滲咗喺呢個花槽嗰度嚟嘅。咁但係大家細心啲留意下，其實呢個花槽咧，除咗有啲麵包碎喺呢個位之外咧，其實旁邊咧就已經有個鼠洞喺度嚟嘅。咁因為其實有人喺每日喺度餵雀嘅時候留低嘅麵包碎咧，吸引到老鼠直情喺呢一個花槽嗰度去做竇嚟嘅。咁嗰個人啦，每日餵雀之餘啦，亦吸引到老鼠喺呢度居住。咁而呢個喺呢度居住嘅老鼠咧，其實都好幸福嚟嘅，因為佢夜晚一出到嚟嘅時候咧，其實旁邊就有食物咧，就俾佢食。咁啊，老鼠媽媽喺呢個環境嗰度就會不斷咁嘅繁殖嘅時候咧，其實呢個地方嘅鼠患咧就會變得非常之嚴重嚟嘅。咁所以第一個最重要要做嘅就係咧，其實唔好餵飼流浪動物。咁可能大家管理嘅場地未必有咁誇張嘅違章問題咯。咁但係大家嘅工作場地其實都會有居民咧，每日丟去廚餘同埋垃圾嚟嘅。咁啊，廚餘垃圾咧要妥善咁樣去處理啦。咁應該放一個有蓋嘅垃圾桶嗰度，並且係每日去清走嚟嘅，絕對唔可以咁樣隨地係棄置啦。咁如果唔係咧，就好似咁樣嘅情況啦。咁大家喺呢張相見到啦，其實有幾隻嘅褐家鼠咧，就因為有食物咧吸引咧，就喺呢個地方度出現嚟嘅。咁如果個地方滿地垃圾嘅時候，其實個鼠患問題咧就自然會好嚴重咯。咁啊，垃圾咧就應該妥善咁收集嚟嘅，放喺垃圾房啦嘅有蓋垃圾桶入邊嚟嘅。咁但係垃圾房嘅管理咧，其實都要做得好，先至可以避免有鼠患啊。咁途中呢個垃圾房咧，你看似好似冇乜問題咁樣啦。咁但係只要其中一個垃圾桶冇冚好嘅時候咧，其實老鼠都可以入到去呢個垃圾桶入邊咧食入邊嘅垃圾同廚餘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大家要確保垃圾桶咧，所有嘅垃圾桶都應該係要蓋好，唔好俾老鼠咧入到去進食。咁其實除咗嗰個垃圾桶蓋之外咧，其實垃圾桶個底部咧，其實都係一個要注意嘅地方嚟嘅。咁其實好多嘅垃圾桶咧喺底部都會有一個嘅穿咗窿嘅地方嚟嘅。咁呢個窿咧，其實作用係排水嘅，即係例如係一啲嘅餸汁嗰啲嘅水分咧可以排走，或者清熱嘅時候啦，即係可以俾啲水去流走啦。咁但係咧，如果呢一個窿咧喺清潔完之後冇塞翻好去嘅時候咧，其實老鼠咧就可以經底部呢個窿咧直接轉入去垃圾桶嗰度揾嘢食嚟嘅。咁所以其實大家如果話喺垃圾房入邊有鼠患嘅時候咧，就應該檢查一下垃圾桶嘅底部，其實係咪有呢啲咁嘅排水窿咧，俾老鼠咧直接入到去垃圾桶入邊咧去進食嘅。咁其實垃圾桶咧，亦都要妥善咁樣去保養咯。如果有損壞嘅時候咧，就要更換嘅。咁畫面入邊咧，其實有兩個垃圾桶。咁啊，左邊呢個蓋咧就裂咗啦。咁啊，右手邊呢個咧底部咧，其實都有穿咗窿嚟嘅。咁如果大家運作上面，其實呢兩個垃圾桶都仲裝到垃圾。咁但係咧，其實因為有個咁大嘅虛位缺口嘅時候咧，其實老鼠都可以去入到去垃圾桶入邊去揾嘢食嚟嘅。咁所以其實大家都要留意翻，其實場地入邊垃圾桶嘅保養，確保咧個垃圾桶咧係冇任何嘅縫隙可以俾老鼠入到去，咁先至可以有效防止到鼠患嘢嘅。咁啊，就算垃圾桶有蓋啦，都要留意翻蓋咧，其實有冇去冚好嚟嘅。畫面入邊咧，呢兩個例子咧，其實都係冇冚好蓋嘅垃圾桶嚟嘅。咁啊，左手邊咧，其實我指住嘅呢個灰色蓋同埋個桶身中間其實有條罅啦。咁啊，右手邊呢度嘅綠色蓋同紅色桶身其實都有條罅咧，可以俾老鼠捐到去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嘅垃圾桶個蓋咧，亦都要係蓋好。如果唔係嘅時候咧，老鼠都會有空隙入過去嘅。咁啊，如果大家嘅場地係有食肆嘅時候啦，就要確保嗰個食肆咧唔會將廚餘同埋呢個嘅食物殘渣咧隨便丟棄出嚟嘅。咁啊，畫面三張圖咧都見到其實係就係冇妥善去處理垃圾啦。咁啊，垃圾應該放喺有蓋嘅垃圾桶嗰度嚟噶嘛，就唔係用竹籮啊或者係發泡膠咁樣去裝好嚟嘅。咁啊，從源頭防治鼠患啦，我哋第二個方向咧就要消除老鼠嘅匿藏點嚟嘅。咁啊，常用嘅方法咧都係令老鼠唔可以喺環境入邊去居住。
咁我哋要消除老鼠嘅匿藏處啦。咁啊，匿藏處唔單止係老鼠瞓覺嘅地方嚟嘅，仲係老鼠嘅繁殖基地嚟嘅。如果場地入邊有地方俾老鼠媽媽去繁殖嘅時候咧，其實老鼠嘅數目咧只會一直咁上升嚟嘅。咁所以我哋要消除老鼠嘅同時咧，要清除埋佢哋嘅繁殖地，唔好俾老鼠喺大家工作嘅場地可以居住同埋繁殖嘅。咁畫面呢度啦，咁啊大家見到其實成堆雜物，其實大家工作上面巡見到有都知道有問題嚟嘅，其實都會清走呢啲咁嘅堆積嘅垃圾啦。咁但係工作嘅時候咧，大家需要喺場地嗰度可能短暫性咁儲存一啲嘅物料嚟嘅。咁畫面入邊咧，呢一堆嘅雜物咧，其實就唔係垃圾嚟嘅喎，咁可能係暫時存放嘅一啲嘅物料。咁但係對於老鼠嚟講咧，其實呢啲都係老鼠嘅匿藏處嚟嘅，都可能俾人忽略咗。咁而途中呢堆咁嘅物料咧，其實離呢個垃圾站咧好近嚟嘅。咁啊上方咧就係一個垃圾站嚟嘅。咁喺呢個情況咧，就為老鼠提供一個好理想嘅環境。夜晚嘅時候，佢喺呢個雜物堆出嚟，行唔夠10米咧，就已經喺呢個垃圾洞站度揾到嘢食，跟住就可以再翻去個竇嗰度咧，再繁殖嚟嘅。咁所以咧，場地入邊咧要定期清理雜物，唔好俾老鼠喺場地入邊去繁殖。咁啊，老鼠唔單止喺雜物堆啦，其實花槽都係佢哋嘅理想居所嚟嘅。咁啊，花槽要做好恆常嘅園藝保養啦。咁之前講到咧，其實溝鼠會喺啲泥土啊、花槽嗰度做竇嚟嘅。咁所以要定期檢查植物啦，就唔好太茂密啦嚇。咁要做好修剪。咁好似畫面呢度咁嘅情況啦，如果係泥土表面係外露嘅時候咧，大家一眼都望得穿咧，其實成個泥面咧冇老鼠竇。咁另外呢個花槽都係明顯係有做好保養嚟嘅，表面咧大家見到完全係冇雜草啦嚇。咁只要咧其實每個花槽個保養做得好嘅時候咧，其實老鼠就好難喺場地嗰度繁殖嚟嘅。咁另外除咗花槽之外咧，其實老鼠會匿埋喺地面啲縫隙啊、窿窿罅罅等等嘅地方咧去繁殖嚟嘅。咁其實畫面呢3張嘅指住嘅地方咧，其實都係啦，地下嗰度咧其實有窿，俾老鼠可以匿埋喺下面做竇嚟嘅。咁嗰啲縫隙咧，即使係細小咧，其實都唔可以忽視嚟嘅。尤其是係嗰啲超過6毫米嘅洞口嚟嘅，因為其實老鼠咧係識得縮骨功嚟嘅。佢哋可以咧擠入一個好細小嘅空間。如果場地有超過一啲6毫米嘅洞口嘅時候咧，其實都建議用翻一啲嘅金屬網啊，或者係水泥咧填封翻好個窿，防止老鼠入去做竇。咁啊，從源頭防治鼠患嘅時候咧，其實第3個方向咧就係我哋要堵塞老鼠嘅通道啦。常用嘅方法就係防止老鼠進入去建築物入邊，或者係限制佢哋嘅活動。咁啊，一旦老鼠入咗建築物入邊嘅時候咧，就好難去處理嚟嘅。咁其實有陣時候咧，老鼠同人一樣啦，其實都係經大門咧入去建築物嗰度嚟嘅。咁畫面嘅左下角呢度啦，紅色木門嗰度咧，其實見到有個角落咧，呢個角落其實俾老鼠已經係咬爛咗嘅。其實老鼠咧有能力去咬穿木頭嚟嘅，咁所以咧，其實木門咧應該加裝硬度為20規嘅金屬踢腳板。咁就保護木門啦，就唔好俾老鼠去咬爛。咁留意啊，木門旁邊嘅門框咧，其實都需要加翻個金屬板嚟嘅。咁畫面呢度啦，其實見到啦，道門加咗個金屬板啦。咁但係其實門框冇加嘅時候咧，其實老鼠可以咬穿個門框咧，都入到去房間嗰度嚟嘅。咁所以記得啦，除咗門之外咧，門框咧都應該加上一個嘅金屬板。咁另外咧，門下面嘅空隙咧，其實都要留意嚟嘅。咁下面呢張相咧就係放大咗啦。咁我指住嘅呢個空隙啦，就係其實門同埋地面中間嘅呢條罅嚟嘅。咁如果呢條罅係高過6mm 嘅時候咧，其實老鼠咧都可以入到去嚟嘅。咁喺呢啲嘅情況嘅時候咧，其實應該加翻塊金屬嘅踢腳板啦，咁就封。盡量貼近個地面啊，咁就將呢條罅咧收窄到咧細過6毫米咧，咁老鼠咧就唔可以經門下呢條罅咧就入到去嗰個房間嗰度。咁我哋換個角度再睇睇門罅啦，其實喺呢個例子咧更加近嘅角度咧，其實見到嚟嘅呢個地磚同門中間呢條罅咧，如果係大過6mm嘅時候咧，其實老鼠都可以入到去嚟嘅。咁呢個情況咧，一係加塊金屬板啦，或者可能其實維修翻嗰個嗰棟門佢啦，令到呢條罅咧就唔會係大過6mm嘅。咁畫面呢個其實係一個正確嘅例子嚟嘅。咁啊，當道門閂埋咗之後，咁就無論係門下面啊、門框啊，所有嘅地方其實都冇一個大過6mm嘅罅咧，其實老鼠咧就入唔到呢道門去入去嗰個建築物入邊嚟嘅。
咁另外咧，老鼠可以通過咧通風系統咧進入室內嚟嘅。咁啊，通風系統啦，例如蜂槽等等嘅對外通風口咧，應該係加上呢一類嘅金屬嘅鐵網嚟嘅。咁啊，呢個金屬嘅鐵網嗰個網眼咧就唔可以超過6mm啦，嚇。咁因為頭先都講到老鼠係個縮滾弓嚟嘅，咁嗰個窿大過6mm嘅時候咧，其實就可以俾老鼠捐入去。咁所以其實呢個鐵絲網嘅規格就係其實每一個窿咧，其實都會細過6mm嚟嘅。咁用嘅物料咧，其實要夠硬嚟嘅，咁啊包括係24規嘅延伸金屬啦，或者係22標準線規嘅導伸金屬網嚟嘅。咁其實呢啲咁嘅材質嘅物料咧，就可以防止老鼠咧去咬穿。咁我講翻個網先啦嚇，咁個材質方面啦嚇，咁就係要用24規嘅延伸金屬咯，就係22嘅標準線嚟嘅。咁其實簡單嚟講啦，其實如果係一啲嘅不鏽鋼或者係一啲嘅鐵啦，其實都係夠一個硬度嘅標準去俾老鼠咧係咬唔穿嚟嘅。咁所以如果大家係有需要做呢啲咁嘅防鼠網嘅時候咧，就記得係用一啲硬身嘅金屬，不鏽鋼鐵咧其實都夠硬去做一個防鼠嘅效果嚟嘅。咁另外啦，其實老鼠可以經門下面啦，或者窗下面呢啲咁嘅通氣扇葉咧，入到去嗰個建築物入邊嚟嘅。咁如果大家嘅場地係有儲物房、電制房或者係水錶房嘅門咧，或者係窗咧，有呢一類型嘅通氣扇葉嘅時候咧，就應該加裝防鼠網咧，防止老鼠咧進入去呢個空間入邊嚟嘅。咁畫面左手邊呢兩張相咧，都係未加嗰個防鼠網嚟嘅。其實老鼠就可以好直接咁樣通過呢啲咁嘅通氣扇葉咧，入到去個房間嗰度嚟嘅。咁你加咗之後咧，其實老鼠就入唔到去啦。咁啊，垃圾房咧，其實係一個高危嘅地方嚟嘅。畫面上面呢度其實就係一個垃圾房嘅情況嚟嘅。咁你見到啦，垃圾房因為空氣流通，咁就有隻窗。咁但係如果隻窗係冇裝網嘅時候咧，其實老鼠會俾垃圾氣味咧吸引入到去呢個垃圾房嗰度嚟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嘅垃圾房係有窗嘅時候咧，都記得喺個窗嗰度咧加翻個防鼠網咧，避免老鼠咧直接入到垃圾房入邊。咁啊，老鼠入建築物嘅途徑咧，其實好多嚟嘅。外牆嘅排水孔啊，都係一啲高危嘅缺口嚟嘅。其實老鼠可以經排水管咧入到去建築物入邊嚟嘅。咁做法一樣嘅，咁就可以用一啲嘅金屬嘅網啦嚇。咁其實而家你見到呢個例子咧，其實就係一個訂造嘅金屬嘅圓片嚟嘅。咁佢跟翻嗰個喉管嗰個嘅直徑咧去做嘅時候，完完全全咧覆蓋翻嗰個窿嘅時候，冇罅嘅時候咧，就令到老鼠咧捐入唔到去呢個管道入邊嘅。咁啊，外牆除咗排水管之後咧，其實有時會轉穿個牆壁啦，俾電線通過啦，好似畫面上面呢度嚟咁樣嚟嘅。咁如果係呢啲咁嘅牆轉穿咗個窿嘅時候啦嚇，咁其實我哋可以用水泥啦，或者係用一個鐵線球啦去封好嚟嘅。咁如果呢啲嘅地方呢嘅轉孔方便嘅時候，用水泥封係最直接嚟嘅。咁但係有個問題就係，如果你係呢啲咁嘅電線槽嘅時候咧，其實可能有人定期要打開呢個電線槽嘅蓋做穿線維修嘅時候咧，其實不適宜咧用水泥去封好嚟嘅。咁喺呢啲咁嘅 case 嘅時候咧，就可以用一個嘅鐵線球嚟嘅。鐵線球咧就係我哋洗碗用嗰啲嘅省鑊用嗰啲嘅鐵線球嚟嘅。咁你見到啦，畫面上面呢個窿咧圓窿嘅時候咧，其實大家用幾個鐵線球嘅時候圍住圈嘅時候咧，就可以塞滿咗嗰個鐵嘅窿罅啦。咁其實老鼠咧就入唔到去嚟嘅。咁當人咧要做維修嘅時候咧，用手就可以扯得開個鐵線球啦。咁但係老鼠咧，其實佢唔夠力咧，去用牙咧去扯得開嚟嘅。咁所以如果對於呢啲咁啊定期要穿線嘅呢啲咁嘅電線槽嘅時候咧，可以用一個洗鑊嗰啲嘅鐵線球咧，塞翻滿個窿，就避免老鼠咧利用咗呢條咁嘅管道咧，就做一個嘅通道。咁喺建築物裏面咧，其實樓層之間都會有啲水管啊、污水渠等等去穿過咗呢個層板嚟嘅。咁其實都係啦，同樣道理嚟嘅。如果你唔封好嘅時候咧，其實老鼠可以沿住呢條咁嘅污水渠啦，喺唔同嘅樓層嗰度咧，就上上落落嚟嘅。咁其實呢啲孔洞咧，都要用水泥咧去封翻好。咁啊，大廈外牆咧有啲咁嘅垂直，例如有啲咁嘅垂直嘅排水管咧，其實都可以做一個通道俾老鼠沿住向上爬嚟嘅。咁如果呢啲咁嘅管道係同牆壁好近，少過10個cm嘅時候啦，咁就可以考慮安裝鼠擋。
咁啊，個鼠檔都係啦，應該用一個硬身嘅金屬去做嚟嘅。咁啊，例如呢個20規嘅鍍鋅鋼去做啦。咁另外一個鼠檔嗰個大細咧，其實亦都有個規格嚟嘅。鼠檔唔可以太細嚟嘅，太細咧老鼠好容易走去跨過。咁所以其實最理想嘅鼠檔咧，其實佢個直徑啦，即係呢一個邊同呢個邊中間呢個嘅直徑啦嚇，其實應該係要有55個毫米，即係55個cm，先至係夠大夠闊咧，去阻擋到老鼠咧去向上爬嘅。咁啊，除咗針對食住行去控制老鼠嘅生存條件之外啦，咁啊相信大家管理嘅場地咧都要用老鼠藥同埋老鼠籠嚟嘅。咁啊，雖然呢啲方法咧短期見效咯，但係如果環境入邊咧冇做一啲改善環境衛生嘅措施嘅時候咧，其實老鼠好快咧就可以遷入嚟嘅。咁我哋喺放老鼠籠同埋捕鼠器嘅時候咧，其實佢擺放位置啊、數目啊同埋維護咧，需要由一個有經驗嘅人士去負責嚟嘅。咁而大家作為物業管理人啦，我相信大家嘅角色都係啦，去監管同埋協調咧滅鼠承辦商咧進行滅鼠嚟嘅。咁就唔需要話去深入咁去了解翻其實具體嘅滅鼠嘅技巧。咁所以以下咧，我就會去分享一下啦。其實係從管理人嘅角度嚟講咧，應該去點樣去監管一個嘅承辦商去滅鼠嚟嘅。咁啊喺滅鼠承辦商去進行滅鼠工作嘅時候啦，其實首先咧佢要確認翻鼠患嘅來源啦、老鼠嘅匿藏點同埋食物來源嘅地方嚟嘅，即係老鼠喺邊度揾到嘢食。其實承辦商應該詳細檢查啦，揾出老鼠活動嘅範圍同埋佢哋嘅匿藏處等等咧，針對性咁樣去放捕鼠器同埋滅鼠劑咧，其實佢哋工作咧先至會有效嚟嘅。咁啊，如果其實承辦商佢係隨意咁樣去放，冇做一個詳細嘅調查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嘅工作咧就唔會話可以好針對性咁去處理到鼠患嚟嘅。咁另外啦，如果佢哋放老鼠藥啊、捕鼠器等等嘅時候咧，其實要喺附近張貼翻個告示咯，同埋確保翻佢哋嘅工具唔會對其他嘅非目標生物，好似係雀鳥啊或者係人類嘅小朋友去造成危險嚟嘅。咁如果大家嘅場地入邊咧係有放殺鼠劑嘅時候啦，其實就要留意翻嚟嘅。因為老鼠藥如果你係就咁放喺戶外嘅時候，你唔去放喺個藥離盒嘅形式嘅時候咧，其實有機會俾其他嘅動物好似係雀鳥去食到嚟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場地係喺戶外嗰度有放老鼠藥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會建議用翻畫面上面呢啲咁嘅鼠離盒啦，咁啊裝好咗嚟嘅。咁啊，大家見到啦，其實呢幾個咧都係一個嘅裝住藥嚟嘅裝置嚟嘅。咁啊，當呢個藥離盒打開咗嘅時候咧，其實有個空間咧就放啲老鼠藥喺度。咁當人放完老鼠藥喺度嘅時候，其實佢閂埋個盒嘅時候咧，其實其他嘅動物啦同埋人咧，其實都唔會接觸到啲殺鼠劑嚟嘅。咁所以如果話大家喺戶外度放殺鼠劑嘅時候，放老鼠藥嘅時候咧，為咗安全起見嘅時候咧，就唔好話隨便咁樣去掛喺戶外嘅地方啦。咁就應該用個藥離盒嘅形式咧，就將個老鼠藥係放喺嗰個藥離盒嗰度，咁就保障翻唔會話俾小朋友同埋其他動物去食到。咁另外放咗老鼠藥之後咧，其實藥咧會受潮去變壞嚟嘅。咁啊畫面上面咧，其實一啲嘅唔正常嘅情況。其實大家如果見到啦，巡場地嘅時候咧，見到啲老鼠藥係咁嘅情況，濕咗水、發脹、發潮嘅時候咧，就應該要求承辦商咧立即去更換。咁同埋喺大家放老鼠藥嘅時候咧，其實承辦商除咗話佢哋放老鼠藥之外咧，其實都要嘅，要成功嘅滅鼠嚟嘅講嘅時候咧，應該要減少老鼠其他嘅食物來源嚟嘅。咁啊，滅鼠承辦商用捕鼠器嘅時候咧，咁啊捕鼠器入邊嘅食物咧就要新鮮嚟嘅。咁因為新鮮嘅食物咧，先至會發出到氣味咧，有效咁樣吸引老鼠入去捕鼠器嗰度。咁如果話食物唔新鮮嘅時候咧，氣味就會減弱，降低捕鼠器嘅效果嚟嘅。咁畫面上邊咧，其實都係一啲唔新鮮嘅食物嘅例子嚟嘅。好似呢個例子為例啦，其實呢塊番薯咧已經變到係變咗黑啦。咁就其實呢個狀態嘅食物咧，其實唔會去吸引到老鼠入去嚟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嘅承辦商係有放老鼠籠嘅時候咧，就應該要確保承辦商係放喺老鼠籠入邊嘅食物咧，其實要新鮮。咁啊，最理想嘅就係其實承辦商每一日咧都會更換翻個食物喺度嚟嘅，就唔會出現咗途中呢啲咁嘅情況。咁
咁其實用咩嘅食物可以吸引到老鼠咧？我哋嘅經驗顯示咧，其實唔同品種嘅老鼠咧，佢哋中意食嘅嘢都唔同嚟嘅。咁啊，褐家鼠中意食煙肉啊、花生醬啊、番薯啊、魚啊等等嚟嘅。咁而黑家鼠咧，中意食果仁啦、肉類啦、蘋果、紅蘿蔔同埋麵包嚟嘅。咁如果大家嘅場地有鼠患嘅時候，又要喺捕鼠器入邊咧放食物嘅時候啦，可以考慮一下用搽咗花生醬嘅硬身麵包啦，例如法包、叉燒或者係粟米咧，亦都可以有效咁樣去咧引老鼠入到去個捕鼠籠嗰度嚟嘅。咁啊，最後啦，其實大家嘅場地應該都有放老鼠藥啦。咁但係我唔知大家有冇個感覺就係，就算你哋喺場地嗰度放咗老鼠藥同埋老鼠籠嘅時候咧，其實個鼠患咧都唔會得到有改善嚟嘅。咁就話頭先講嗰樣，點解滅鼠工作其實會冇效咧？咁其實呢個係滅鼠工作常見嘅問題嚟嘅，好似畫面嗰度咧，其實大家見到啦，有一隻老鼠咯。咁喺呢一個環境嗰度咧，其實呢隻老鼠咧，佢就係食緊喺地下上面嗰啲咁嘅麵包碎嚟嘅。咁喺呢個環境嗰度咧，其實我哋有包老鼠藥喺度啦。咁但係其實包老鼠藥咧，其實即係冇吸引到老鼠去食，反而呢隻老鼠咧就係被地上面嘅麵包碎去吸引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哋發現到個鼠患嘅時候咧，就唔係話單靠老鼠藥啦，或者係放捕鼠器咧就可以解決到問題嚟嘅。其實要了解翻，其實呢一個場地嘅老鼠，其實佢係依賴食啲咩嘅為生。要將嗰啲嘅食物移除咗嘅時候，好似呢個例子嘅時候啦，咁就可能要嗰個居民啦，唔再餵流浪動物嘅時候咧，其實老鼠咧先至會食呢包咁嘅老鼠藥嚟嘅。咁所以當大家話喺場地嗰度係發現到有鼠患嘅時候咧，就唔好話以為單靠老鼠藥或者係捕鼠器咧就可以解決到問題。其實用藥同老鼠籠之餘咧，其實都要去睇翻環境上面其實係有啲咩嘅因素令到老鼠可以喺呢個環境嗰度去生存嘅時候，要消除咗嗰啲嘅因素嘅時候咧，其實大家嘅滅鼠工作咧先至會有效力嘅。咁所以其實呢點咧就要大家要留意翻，滅鼠就唔係話單靠老鼠藥或者老鼠籠咧就可以去解決到，一定要從環境衛生上面咧着手咧，先至會去解決到個問題嚟嘅。咁我呢一個嘅部分咧就講到呢度嘅。多謝主持，咁大家好。咁今日咧，我就會同大家咧，介紹翻咧就住食環署一個防治蟲鼠相關法例嘅更新簡介啦。食物環境衛生署咧執行多條同民生相關嘅法例嘅，咁包括有香港法例第132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啦。而主要執行防治蟲鼠工作嘅時候咧，最主要咧都係引用咗兩條嘅法例嘅。第一條就係132章嘅第27條，針對可能導致蚊子滋生嘅管制啦。而第二條咧就係132章第47條，潔淨受蟲鼠為患嘅處所。就住防治蟲鼠工作嘅法例當中咧，為咗加強防治蟲鼠嘅成效同埋阻嚇力啦，食環署就47條咧作出咗檢視同埋一個修訂嘅建議嘅。喺未講修訂47條嘅建議之前咧，首先就會同大家講一講喺未修訂之前，即係話現時我哋喺132章第47條裏邊涵蓋咗嗰個防治蟲鼠嘅執法工作咧，包含咗啲乜嘢嘅。現時咧，如果私人處所出現咗一啲受蟲鼠滋生嘅問題啦，食環署可以根據第47條第1啦，向處所嘅擁有人又或者佔用人啦，去發出消除蟲鼠嘅通知書嘅。咁要求處所嘅佔用人又或者擁有人啦，要喺指明嘅期限裏邊啦，採取適當嘅步驟消除蟲鼠。如果喺期限屆滿之後啦，咁處所嘅佔用人又或者擁有人咧，未有遵從到個通知書嘅話咧，食環署可以根據第47條啦，向該處嘅處所佔用人又或者擁有人咧提出檢控嘅。此外，食環署可以咧因應翻蟲鼠滋生嘅情況啦，安排為該處所進行一啲消除處所裏邊嘅蟲鼠問題嘅行動咧，可能包括喺處所裏邊放置一啲儀器啦，例如捕捉器等等啦。
並根據喺47條第3條咧，然後向該處所嘅擁有人又或者佔用人咧，去追討翻有關消除蟲鼠行動中相關嘅開支嘅。食環署咧，亦都會如果譬如話處所裏邊嘅蟲鼠滋生嘅情況嚴重啦，例如蟲鼠滋生個情況咧，已經構成一個公眾衛生嘅風險啦，又或者有一啲迫切嘅危害嘅話咧，食環署可以根據47條第4條啦，喺未有發出呢一個通知書嘅情況下咧，採取呢個適當嘅步驟去消除呢個蟲鼠嘅，包括喺處所裏邊放置一啲儀器啦，同埋捕捉器。任何人如果係冇一個合法合理嘅辯解之下啦，明知去移除啦、干擾或者去破壞呢啲就住47條第4條放下嘅捕鼠設施啦，又或者一啲儀器嘅話咧，咁就即屬違法嘅。食環署就可以根據47條第5條咧，向呢啲人咧提出檢控嘅。為咗加強處所即係處理私人處所嘅，特別係大廈公用部分嘅蟲鼠滋生問題咧，私人處所擁有人又或者佔用人咧，其實有佢哋嘅責任去保持呢啲咁嘅處所嘅環境衛生嘅。所以食環署咧就參考咗現時防止大廈公用部分蚊子滋生嘅措施啦，建議就47條咧作出一啲修訂嘅建議嘅。咁個修訂咧就包括咗有如果喺大廈公用部分有蟲鼠滋生嘅問題嘅話咧，可以向負責大廈管理嘅人士咧，就好似業主立案法團同埋物業管理公司發出呢個通知書，要求盡快處理大廈公用部分嘅蟲鼠問題。而管理公司咧需要協調跟進，令到個蟲鼠問題咧能夠適時咁樣去處理，避免進一步咁樣影響大廈其他嘅地方。喺個修訂咧，亦都建議咧，如果喺私人處所受蟲鼠侵襲嘅情況嚴重嘅話咧，食環署可以喺未有發出呢個通知書嘅情況下咧，即時介入去消除蟲鼠問題啦。事後亦都可以向涉事嘅處所擁有人咯。如果涉及大廈公用部分嘅話咧，咁就可以向業主立案法團咧去追討翻有關嘅費用嘅。避免有關人士咧就覺得政府咧呢啲嘅行動咧係一啲免費嘅服務啦。我哋亦都希望藉住呢啲建議措施咧，令到業主立案法團同埋物業管理公司更加積極咁樣去組織業主同埋住戶啦，處理呢啲蟲鼠嘅問題，維護翻自身同埋公眾嘅環境衛生嘅。咁亦都喺嗰個修例嘅下面咧，亦都授權喺合適嘅情況下啦，授權食環署喺受侵擾嘅公眾地方，又或者私人處所啦，例如商場或者大廈一啲天井嘅部分啦，設置一啲器材啊或者儀器啦，進行一啲測試、監察又或者評估。同時亦都建議咧，定明干擾呢啲相關嘅器材或者儀器咧，就即屬違法嘅。咁最高可以咧判決第2級嘅罰款。喺個建議當中咧，亦都包括咧將一啲現時嘅法例咧去增加翻嘅罰款嘅，包括調高唔遵從消除蟲鼠通知判處嘅最高罰款啦，由現時第2級同埋每日罰款100蚊啦，提高去到第4級，以及每日罰款450蚊咯。最後就係將干擾食環署喺一啲受蟲鼠侵擾嘅公眾地方，又或者私人處所放置嘅捕鼠器等啦，咁將嗰個罰則由現時第1級嘅罰款提高到去第2級嘅罰款，
確保消除蟲鼠嘅工作成效啦，同埋提高嗰個阻嚇力，避免有人干擾呢啲咁嘅設備嘅。之後咧，我就住嗰個法例修訂咧，就介紹完畢㗎啦。咁之後我就會同大家咧介紹翻咧，我哋食環署咧喺去年咧推出嘅滅鼠約章。我諗大家物管界嘅朋友咧，其實我諗佢哋都大概知道滅鼠約章係啲乜嘢㗎啦。因為咧，我哋喺過往3月20號就舉行咗一次嘅滅鼠約章嘅啟動禮。喺啟動禮咧，就將參加咗滅鼠約章嘅機構啦，我哋係頒發咗嗰個滅鼠約章嘅證書俾佢哋嘅。咁而家我就會就住滅鼠約章咧，同大家講一講滅鼠約章一啲目的啊，或者啲內容嘅。咁我哋食環署喺2024年，即係去年嘅12月31號推出呢個滅鼠約章嘅。其實滅鼠約章嘅目的咧，係希望透過呢個滅鼠約章啦，提高公眾對於防治蟲鼠嘅意識。亦都希望咧推動市民改變佢哋嘅行為模式啦，養成保持環境清潔衛生同埋良好習慣啦。就正如啱啱葉生都講啦，其實防治蟲鼠嘅工作咧係唔係單靠去放一啲鼠籠啊或者鼠藥啦。其實大家一個喺日常上面嗰個環境嗰個控制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係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透過呢個約章啦，鼓勵社區參與佢哋日常防治鼠患嘅工作啦，最終就係可以攜手一齊減低呢個鼠患風險。喺推出呢個滅鼠約章嘅首階段啦，我哋嘅對象咧都係私人住宅啦、香港房協啦、過渡性房屋資助出售房屋租置計劃屋邨嘅物業管理公司啦、業主立案法團，又或者一啲居民組織等等嘅。咁喺簽署咗約章之後啦，其實簽署約章嘅機構咧，佢需要去作出呢個6大承諾嘅。咁第一就需要委派1至2名嘅人員啦，去擔任呢個滅鼠聯絡大使，負責統籌翻屋苑啦或者大廈裏邊一啲嘅防治鼠患嘅工作啦，進行一啲常規嘅巡查啦，亦都為佢哋嘅屋苑啦或者大廈裏邊咧安排一啲設施上嘅維修或者保養，係啦，亦都要喺屋苑裏邊提供一啲適當嘅潔淨或者垃圾清理嘅行動啦。喺佢哋嘅住宅屋苑裏邊或者大廈啦，要採取適當嘅防鼠措施啦，監察所聘用嘅防治蟲鼠服務承辦商嘅質素表現啦。就住佢哋嘅防治蟲鼠工作一啲相關嘅記錄要妥善保存翻啦，要舉辦一啲活動啦，透過宣傳同埋教育向居民傳達呢啲防治鼠患嘅信息，希望鼓勵居民改善佢哋嘅環境狀況，養成良好嘅個人衛生同埋保持環境清潔嘅習慣。咁參與咗呢個滅鼠約章嘅機構咧，佢有啲乜嘢好處咧？咁佢哋會獲得我哋食環署頒發嘅滅鼠約章嘅證書啦，同埋標貼啦。咁佢哋可以將嗰啲證書或者標貼咧，去喺佢哋嘅處所裏邊展示啦。亦都佢哋會獲食環署邀請去參加一啲免費嘅防治蟲鼠講座啦。喺有需要嘅時候咧，食環署會為呢啲參與咗約章嘅滅鼠夥伴啦，提供一啲防治鼠患嘅技術支援嘅。咁最後參與機構同埋處所嘅名單咧，都會刊登喺食環署滅鼠約章嘅專題網頁，以示佢哋嘅肯定嘅。處理鼠患問題咧，單靠政府工作並唔足夠嘅，各界同埋市民嘅積極參與防止蟲鼠工作咧，其實至關重要。食環署推出咗滅鼠約章咧，正正就係想凝聚社區力量。因此，除咗要我諗在此除咗要多謝已經參加咗即係約章嘅夥伴機構之外咧，我亦都希望係趁住呢個今日嘅機會啦，鼓勵而家仲未參加約章嘅物業管理公司，盡快為你哋嘅住宅處所簽署約章，成為我哋嘅夥伴。大家可以透過掃描喺熒光幕上嘅二維碼啦，直接進入我哋食環署滅鼠約章嘅專題網站，下載申請表格嘅。
咁我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唔該。咁有參加者咧就反映話，佢所管理個物業咧，夜晚成日見到垃圾房裏邊有一大班老鼠。咁佢就即係從生物學嗰個角度去好奇啦。其實即係點解啲老鼠咁大膽唔驚人嘅咧？即係葉生唔知有冇啲分享咧？係，我請葉生。其實我都聽好多市民講話，即係見到老鼠話老鼠係大搖大擺喺佢面前走過，好似唔驚人咁樣嘅。咁但係其實喺老鼠嚟講咧，其實老鼠係大近視嚟嘅。如果大家話喺10幾米前見到有隻老鼠嘅時候咧，其實老鼠喺同樣嘅距離咧，其實老鼠係見唔到你嘅。咁因為其實老鼠嘅視力咧，其實係好差，佢唔係透過視覺去探索環境嚟嘅，佢係透過味覺啦，同埋透過聽覺嚟嘅。咁所以如果話你話喺離遠見到個老鼠喺度活動嘅時候，就以為覺得好誇張，話啲老鼠係好大膽，其實佢哋唔係嘅。其實老鼠根本就係喺嗰個距離，其實老鼠根本係見你唔到。但係如果你話你係行近幾步嘅時候咧，當老鼠係聽到人嘅腳步聲嘅時候咧，其實佢哋會自然會跑走噶啦。咁就因為其實老鼠嘅聽覺就會比佢視覺咧就會係靈敏嚟嘅。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個例子就係話，即係好似啲老鼠會唔會好算好大膽啊？喺個垃圾房嗰度揾嘢食啊？其實就唔係嚟嘅，即係其實老鼠都係驚人。咁但係其實你呢個問題其實亦都反映咗一樣嘢，就係其實垃圾房入邊嗰個情況咯。咁其實係我喺 PowerPoint 嗰度其實都舉咗啲例子嚟嘅。其實垃圾房係一個即係高危嘅老鼠鼠患熱點啦。咁就因為其實垃圾房入邊裝好多嘅廚餘嘅垃圾等等嚟嘅。咁而其實垃圾房入邊嗰個嘅垃圾管理咧，其實要做好嘅。即係例如垃圾桶，頭先講話垃圾桶嗰個底嗰個窿，其實嘅場地係咪有咧？即係如果你場地嗰個垃圾桶嗰度其實有個窿嘅時候咧，其實就老鼠即係點驚人都好啦，即係有幾多腳步聲都好啦，因為其實老鼠喺嗰個垃圾站嗰度咧揾到嘢食嘅時候咧，其實都會吸引到嗰啲食物嘅氣味啦，嗬，都會吸引到老鼠喺個垃圾站嗰度，再透過垃圾桶嘅底部或者係打開個蓋等等嘅途徑咧，入到去嗰個垃圾桶入邊嘅。咁所以其實可能對於你個場地嚟講，即係一來就話其實啲老鼠都仲係驚人嘅，咁啊即係你唔會話即係太過覺得係即係啲老鼠係咪即係進化到佢唔驚人，其實就唔係。咁但係反而我覺得其實有一個嘅機會，其實你已經揾到其實老鼠嘅來源係一個垃圾站嘅時候咧，其實應該逐個垃圾桶去睇翻咧，其實係咪有某個別嘅垃圾桶係穿咗窿俾老鼠入到去嘅時候，先至會吸引到一大班嘅老鼠喺個垃圾站嗰度去活動咯。咁所以先解釋咗你即係你嗰個生物學嗰個嘅疑問就係其實老鼠係只不過係佢視力較差，就唔係話代表話佢唔驚人嚟。咁但係相反，其實聽到你哋嗰個資料嘅時候，其實都值得去睇翻其實垃圾房同埋出現咗啲嘅咩問題，令到有鼠患喺發生。咁加油就係咁。多謝葉生。咁下一個問題咧都係阿葉生嘅嚇。咁參加者就問啦，即係剛才咧就 PowerPoint 嗰度咧就提及過有啲老鼠籠係可以買嘅嚇。咁食環署有冇建議話嗰個老鼠籠嗰個規格要點樣樣啊？或者係市面喺邊啲地方可以買到老鼠籠？咁一旦嗰隻老鼠俾老鼠籠捉咗，佢譬如日頭見到啦，可能嗰晚佢進入咗個老鼠籠就被捉到啦嚇，咁日頭又要處理喎，咁又未揾得切個承辦商，或者係個清潔姐姐又未得閒咁樣樣，咁物管嘅角度，佢應該即係點樣樣去好妥善咁樣去處理咗個老鼠嘅屍體啊，或者被捉住咗嘅老鼠啊咁樣樣，咁又請阿葉生分享。首先話講老鼠籠喺邊個地方度揾到咯？咁其實喺香港其實最好就係你經一啲專業賣一啲滅蟲滅鼠嘅鋪頭去採購啲老鼠籠嘅。咁因為其實市面上面我相信大家行五金鋪都可能見過，五金鋪有賣啲老鼠籠。咁但係因為其實老鼠籠個規格咧，頭先講嘅老鼠嗰個防鼠物料有啲嘅硬度嘅規格嚟㗎嘛。其實一般嘅五金鋪佢賣嗰啲嘅老鼠籠咧，其實未必符合到我頭先講個硬度規格啦。咁同埋佢個窿其實6mm 嗰個嘅縫隙嗰個嘅規格嚟嘅。咁其實你最好都係經一啲專業嘅滅蟲滅鼠嘅用品嘅供應商去採購啲老鼠籠，確保嗰個老鼠籠咧係符合規格嚟嘅。咁如果唔係嘅時候，我見過呢啲例子就係其實隻老鼠入咗老鼠籠嗰度嘅時候，其實佢揾得翻啲路咧走翻出嚟嘅。
或者可能佢其實咬爛咗嗰啲嘅鐵線，就因為其實啲鐵線佢唔夠硬，或者鐵線係生鏽嚟嘅。咁所以其實為咗保障翻嗰個效果咧，其實老鼠籠最好經專業嘅公司去做翻個採購啦，呢個第一樣嘢啦。咁第二個問題就係、其實如果話喺日間裏面就已經係物管發現到老鼠籠入邊嘅老鼠嘅時候，其實應該係點樣去處理咧？咁當然啦，其實隻老鼠就應該交翻俾你哋嘅滅鼠承辦商去處理。咁但係我都明白，即係其實佢坐車嚟到嘅時候，其實都有一段時間嚟嘅。咁如果你個老鼠籠係放喺啲好開揚嘅地方，即係有人行到、有人經過到嘅地方嘅時候，其實你可以考慮下將嗰個老鼠籠咧就移走咗去一啲冇咁多人嘅地方嗰度啦嚇。咁就令到即係唔會話太過俾啲客見到話，即係覺得太過嚴重嗰個鼠患嘅情況咯。咁而點樣去處理翻隻老鼠，即係隻活鼠應該去點樣去處理嘅時候咧，其實有個技巧嘅，即係點樣去人道咁樣去處理咗老鼠籠入邊嗰隻活鼠嚟嘅。咁就因為其實都係頭先嗰句咧，即係如果大家係物業管理嘅人員嘅時候咧，其實就唔話需要太多嘅知識去點樣去處理翻，因為其實個過程都係即係簡單嚟講，即係將隻活鼠殺死呢個過程咧，其實我哋唔係話用水去浸，用熱水去浸佢，因為其實呢啲係用一啲唔人道嘅方法嚟嘅。人道啲嘅方法咧，其實會建議翻係用一個嘅壓力壓向佢個頸椎嗰度嚟嘅。咁但係點樣做個步驟，我相信即係大家我就唔會去詳細咁講，因為其實即係要需要一個技巧咁樣去做。其實整個方法咧可以加翻由去大家場地嘅嗰個滅鼠承辦商去做嚟嘅。咁但係如果有個時間嘅上嘅空間，即係要等到佢嚟嘅時候，咁你可能暫時移走嗰個老鼠籠啦，或者可能揾啲物件冚住咗個老鼠籠先。即係如果嗰個地方唔係太多人嘅時候，咁再等翻嗰個滅鼠承辦商去幫你處理翻嗰隻活鼠咯。咁至於如果隻老鼠已經係死咗嘅時候，咁頭先講到個消毒步驟啦，即係用翻一個1:9嘅漂白水去淋翻去嗰個場地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做到嚟嘅。咁解答就係咁樣。多謝阿葉生嘅分享。咁下一個問題咧，有關阿葉小姐嘅頭先嘅分享嘅。咁你剛才咧就參加者指出你講過係即係而家呢個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啦，咁正進行修訂啦，喺立法會裏邊嚇，即係進行個審議階段。咁入邊個條文咧就都講到，其實關乎物管公司佢哋個角色咧會加大咗嘅。咁就係話，如果嗰個大廈個公用部分有鼠蟲滋生嘅問題，咁食環署可以授權向物管公司送達嗰個消除蟲鼠嘅通知。咁有參加者就擔心啦，即係防治鼠蟲要錢㗎，咁亦都係要即係業主組織法團去批。咁有時個工作唔係個物管公司唔想做啊。咁如果即係嗰個消除鼠患通知就送咗去物管公司，佢會唔會有個法律責任喺度咧？咁日後譬如食環署執法嘅時候，究竟係向個法團執法啊，抑或係向個物管公司執法咧？咁喺條條例一旦即係修訂通過咗之後，物管公司會唔會即係墮入法網咧？因為某啲即係佢哋都唔能夠辯解嘅情況底下，咁有請阿葉小姐同我哋解釋一下。哇！咁其實啱啱咧，我喺嗰個 PowerPoint 度都有講啦，即係雖然喺我哋嗰個47條嗰個立法修例嘅建議咧，我哋係有權食環署有權就住一啲可能喺大廈嘅公用地方咧，發現有蟲鼠滋生嘅問題咧，會向呢個物管公司咧發出呢個即係個通知啦。其實同步我哋咧都會向呢一個即係業主立法團咧去發嗰個通知嘅。咁就住嗰個通知咧，其實喺物管嗰個角色係乜嘢咧？最主要佢係一個即係當假設一個橋梁啦，去協調翻，因為最主要其實物管公司佢嘅責任就係去管理翻成棟大廈，係啦，一啲即係可能環境衛生啊、潔淨啊各樣嘅嘢啦。咁所以佢亦都責無旁貸，其實佢真係需要去協調當中係啦，佢哋就住我哋個法例咧，去幫業主立法團咧去做一啲即係譬如話滅鼠嘅工作啦，安排係啦，咁但係亦都唔需要擔心，因為其實咧啱啱我喺 PowerPoint 都講嘅，如果譬如就住冇遵從到嗰個
個通知書嘅話咧，其實我哋最終會檢控，即係如果譬如個通知書喺過咗嗰個期限係啦，未有遵從嘅話咧，其實我哋會根據法例咧係檢控翻咧嗰個業主立案法團嘅，而追討翻嗰個費用咧，亦都係業主立案法團嘅。咁所以喺物管公司嘅責任咧，其實我哋希望喺物管公司當中係一個協調嘅工作啦，係幫助業主立案法團，亦都知道即係嗰個情況係點樣啦，係盡快去適時解決翻即係大廈裏邊一啲松鼠嘅問題嘅啫。多謝阿葉小姐嘅分享。由於時間關係咧，我哋而家最後一個問題啦，咁都係同阿葉小姐個分享個部分有關嘅。咁參加者提及到咧，佢管理個物業裏邊咧有一個商鋪係經營餐廳嘅，咁其實都幾可肯定個鼠患問題咧就由佢嗰度引起啦。咁佢作為管理處職員，咁佢想請教下咧，其實有冇啲法律途徑可以即係逼令個餐廳個東主或者個經營嘅人士咧，可以嚴肅處理個問題咧？因為即係佢就成日收到投訴，咁但係咧個實質個問題咧就唔係個管理處佢冇做嘢，而係嗰個餐廳。咁發現鼠患問題嘅地方就因為唔係公用地方啦，咁即係佢管理處點樣可以妥善啲去處理咧？咁食環署方面有冇啲咩建議咧？有請阿葉小姐。啱啱即係個問題就係話，其實喺一個食肆啦，因為食肆咧係一個持牌嘅地方啦。其實我哋食環署咧，其實就住呢個防治松鼠咧，咁我哋都啱啱都講啦。其實我哋有好多嘅法例啦，包括132裏邊其他嘅條文啦，我哋去監控翻嗰個松鼠滋生嘅情況。咁如果就住一啲食物即係持牌嘅食物處所啦，其實我哋都有另外一啲嘅法例咧，要去監管翻，再加上咧，其實我哋喺發出一個有效嘅牌照上面啦，當中一啲持牌條件咧，其實都要佢哋去留意翻去處所裏邊嘅環境衛生嘅情況啦。當然即係亦都唔可以有呢個鼠蹤嘅出現啦。咁所以如果譬如真係遇到咁嘅情況，我相信即係食肆佢哋本身都有個責任。咁我哋另外有啲同事亦都會去處理翻，係啦。針對翻嗰個食肆去做翻嗰個跟進嘅情況嘅。